此后2023年4月11日，每日圣安宫读经，遵行主道，顺利行通。圣经咱做伙来听读。约书亚记第1章第1节到18节。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了后，上主对摩西的助手伦的囝约书亚讲：我的仆人摩西已经死，等你甲所有的人民着准备好势，过约旦河，去我所要赏赐以色列人的地。照我对摩西的应允，恁的脚踏过的地，我拢要赐互恁。恁的领土要对南边的旷野，到北边的黎巴嫩，对东边的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迄人的全地，直到日落迄边的地中海。你一世人无人会当赢过你。我安怎甲摩西同在，嘛要安尼甲你同在。我一定袂离开你，嘛袂放杀你。你着勇敢壮大，因为你要带即个人民征服我对因的祖先立誓要赐互因的地。你一定着勇敢壮大，遵行我的仆人摩西所命令你一切的律法，毋通偏左偏右。安尼，你无论去倒位，拢会事事顺利。你着常常读即个律法的册，每日夜读夜想，互你遵行即本册所记一切的话。安尼，你的路就会平坦，事事行通。我命令你，着勇敢壮大，毋通惊，毋通软，因为你无论去倒位，上主你的上帝一定甲你同在。对安尼，约书亚命令人民的官长去营中逐所在吩咐人民讲，着准备粮食，因为3日内，恁要过约旦河，入去承接上主恁的上帝要赏赐互恁的地。约书亚吩咐流便人、迦得人、甲玛拿西半支族的人讲：恁着会记得上主的仆人摩西命令恁的话，上主恁的上帝要将恁伫遮安稳徛起的地赏赐恁。恁的某、囡仔甲恁的前生，拢通住伫约旦河东边，摩西分配互恁的地。毋过，恁中间所有强猛的勇士，拢着带军器，做恁同胞的先锋过河，甲因做伙作战。直到上主互恁的同胞甲恁相款，得到上主恁的上帝赏赐因安稳徛起的地。迄时，恁才通倒来恁所得到做产业的地，就是上主的仆人摩西分配互恁伫约旦河东边的地。因应约书亚讲：你吩咐阮的，阮拢要照安尼做。你派阮去倒位，阮拢要去。阮以前安怎顺趁摩西，嘛要安尼顺趁你。愿上主你的上帝甲你同在，亲像甲摩西同在共款。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无要顺趁你的话，着互伊死。你一定着勇敢壮大，遵行主道，顺利行通。摩西是以色列伫旷野时期的领袖，上帝透过伊带领以色列人民出埃及，颁布律法，伫旷野中治理百姓。一直以来，摩西伫以色列百姓心中有崇高的地位。但这位伟大的领袖已经死，因为安尼，上帝兴起约书亚来接续摩西，成做新时代的领袖。
约书亚虽然接续摩西，成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总是约书亚却担负甲摩西无共款的任务。上帝交托予约书亚的使命，也甲摩西无相像，因为伫即个时阵，以色列人已经结束伫旷野流浪的生活，就算要展开征服迦南，搁定居踮即片土地的新业。约书亚这位领袖的任务是带领以色列人民去得到上帝所应允要赏赐予因的土地。一方面，约书亚爱带领人民伫战争中打败人口众多、强盛的迦南国民族；另外一方面，伊爱带领人民遵行上帝的律法。这确实是真大的挑战，大甲互人退步，因为安尼，上帝亲自鼓励约书亚爱坚强、爱勇敢。上帝搁进一步说明，即个坚强甲勇敢是无论伫征战过程，也是未来踮即片土地生活，拢通无因为环境、现实条件就甲上帝律法妥协，反倒拢着按照上帝吩咐来行动。38年前的今仔日，1985年4月11日，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通过《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其中一段安尼陈述：愿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佮定军日本地，认同所有自民通过疼甲受苦，成做愿望的记号。长老教会看见上帝对这片土地的心意，受呼召要伫遮传扬福音。虽然伫台湾宣教历史上，各地教会拢有信徒捌遭遇恐吓、暴力，甚至受关禁的情形，总是教会依然秉持信仰良知，照着上帝心意继续宣教，搁伫真侪议题顶面勇敢发声。今仔日，教会伫宣教遭遇的难题，检采无亲像早期共款的外显，毋过当今的世代也有当今的挑战，亲像包罗万象的社会议题、世俗的价值观、资讯复杂的网络世界，对权威反感的后现代思潮，拢考验着教会宣教的应变能力。现今教会伫社会地位和握有的资源，拢比过去搁较优渥。这也挑战教会是毋是会当继续效法耶稣的样式来宣教，毋是随从世俗潮流得行。愿教会会当听捌、看透这个世界，搁了解这个世界的需要，看透恶者威胁利诱的伎俩，无甲这个世界妥协，继续宣扬上帝的话语。愿上帝话语继续受高举，恢复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所赏赐的美好特殊。默想，伫这个世代，面对各种无同的挑战，我安怎遵行上帝的话？伫这个世代，面对各种无同的挑战，我安怎遵行上帝的话？咱来祈祷，上帝啊，虽然现今世代邪恶，总是我相信你的话语会带来改变。求你帮助我坚强勇敢，遵行你的话语，无偏左也无偏右，
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